當下的力量第一章，你唔係你嘅頭腦。開悟嘅最大障礙。開悟到底係乜嘢呢？有一個乞丐響路邊行乞咗30年。有一日，一個路人經過，乞丐就順手伸出咗佢頂老舊嘅球帽，施捨個發財錢啦。路人就回答啦：我冇嘢可以俾你，你坐住啲乜嘢啊？乞丐漫不經心咁樣答路人：冇咩啊，只不過係一個用嚟坐嘅爛箱啫嘛。路人再問：你有冇打開過佢啊？不如打開嚟睇下啊。乞丐就答啦：唉，唔使啦，裏邊冇嘢噶。響路人一再堅持之下，乞丐勉為其難咁樣撬開咗個箱，竟然發現裏面係裝滿咗黃金啊！我就係嗰個冇咩可以俾你，但係叫你睇下寶箱裏面嘅路人。我指嘅唔係一個有形嘅箱，而係同你更貼身嘅寶箱，你嘅內在。凡係仍然未揾到佢哋內在真正財富嘅人，都可以比喻為故事中嘅乞丐，因為即使擁有龐大嘅物質財富，佢哋仍然無視自己內在已經擁有嘅遠超過世間財富嘅寶藏。一提起開悟，我哋都會響觀念中產生超人成就式嘅幻覺。我執都鍾意保持咁樣嘅方式，但係開悟只不過係同存在合一嘅時候感受到嘅自然狀態。佢係你，但係又冇超越你。響名相之外，能夠揾到你嘅本性，因為曾經喪失咗呢份聯繫，而滋生咗你同你自己，以及你同世界分裂嘅幻想。因為錯誤嘅感知自己係一個孤離嘅碎片，恐懼就由此而生，內在同外在嘅衝突就變成咗常態啦。佛陀用離苦呢2個字去定義開悟，冇任何超凡嘅形容。就定義嚟講，亦都係唔完整嘅，但就話咗俾我哋知道，開悟其實就係唔再受苦。佢冇講明唔再受苦之後又會點樣。佛陀避而不談，沉默咁樣暗示你必須要自己去揾出呢個答案。